終於要同大家分享關於我嘅童年到底係點。我細個圍繞住嘅就係暴力同埋毒品。我成日俾人問你自己一個過嚟有冇掛住屋企人啊？你唔辛苦嘅咩？其實呢啲問題我一直都唔係好識答。今日係我喺韓國瞓嘅第4652日。最近咁興講創業，等我又講下我嘅故事俾你聽。噓，唔係好多人聽過㗎咋。喺10幾年前，我都18、19歲，書又未讀完，屋企又窮到窿，嗰陣時真係1蚊都冇，就話要過嚟創業。大家唔覺得奇怪嘅咩？定係有啲嘢我一直隱瞞住大家，背後有更加多嘅故事呢？不過喺同大家講真相之前，不如嚟同大家回顧一下我呢10幾年嚟喺韓國做啲乜啦。我一開頭過嚟韓國嘅時候呢，純粹係諗住做代購嘅啫，誤打誤撞揾到韓國東大門啦，開始喺 IG shop 嗰度賣韓國女裝。當時嘅我呢，係經常做到身體好差，好細個已經有關節炎，每一晚凌晨12點嚟到呢一度開工，第二日朝頭早呢，仲要約 model 去影相。呢一個就係我頭10年咁樣喺呢一度捱過咗。想當年嘅東大門真係每一個香港人過到嚟韓國，女仔都一定要嚟行，係真係好多潮款。但係你見到而家通常都係一啲 basic 款，因為而家大部分嘅韓國人啦、外國人啦，如果要買衫嘅話，都變晒去Hyundai。你呢啲咁樣嘅裙，可能喺呢一度而家單價都要買成3、4萬won。其實你 designer brand 都可能係6、7萬won。咁所以其實而家真係冇乜人再買啦。曾幾何時 Okra Beauty 咧係興旺到咧，係喺呢一度專係會有一群 WeChat 嘅人啦，睇 Okra Beauty 出啲乜嘢新款，跟住之後再喺呢個商場嗰度揾，再翻手賣出去咯。嗰陣時對於我嚟講係好煩，但係而家諗翻起都幾好笑。由 IG shop 開始奮鬥到奧海城開鋪係真係一個好勵志，真係好勵志。我而家諗翻起喺商場嗰度開鋪，大家睇落去都好似好風光咁樣，但係真正嘅年輕人創業係真係每一分每一毫都要捱，都要慳。咁多年嚟，每賺翻嚟嘅一分一毫，我都係投資翻落去自己公司嗰度，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個地步。呢一度就係我喺韓國住嘅第一間屋，咁啊冇錢啦，跟住所以咧樓下都係冇任何保安。嗰陣時咧，韓國係都比較冇而家咁安全，好多醉酒佬咧會喺呢一度就咁上嚟，跟住可能去錯屋企啊咁樣。如果大家之前有睇過 IG， 我都試過 po 過一啲意外，跟住搞到報晒警，即係喺呢一間屋嗰度發生嘅。大家睇呢一棟嘢嘅門口，未必 feel 到呢一棟嘢嘅震撼，但係大家可以睇下平時我返工放工凌晨嘅走廊係點。講緊而家係晏晝12點，陽光最光嘅時間影落去咧，都係咁樣嘅。哦，而家有燈啦。跟住我仲試過有一次叫我男朋友嚟揾我，我開咗門俾一個醉酒佬，就係喺呢一度發生㗎啦。有好多人問我點解唔驚昆蟲啊，唔驚黑啊？我覺得係因為呢一棟大廈咯，因為係冇得驚。我每一日翻屋企都係摸黑咁樣翻去。我就係住嗰間房咯，真係任何人都可以入到嚟嘅。同埋咧嗰陣時，我係絕對冇密碼鎖啊，即係我係用鎖匙開鎖啊。即係喺韓國嚟講係好落後嘅事，跟住入面啲牆啦係發晒毛啦，返咗香港咧唔記得交嗰啲 gas 咧，跟住冬天都係照沖凍水涼，任何講得出嘅辛酸咧我都喺度度過。跟住我因為冇錢冇娛樂咧，我就得一個吉他啦，俾隔離屋咧隔離一個外國嘅女仔咧就寫咗張 memo 叫我唔好凌晨彈吉他，因為真係太抑鬱啦個人。我一落到嚟咧，我見到呢一幅牆咧，我突然間諗翻起，一開頭咪話創業冇錢嘅，好多人都唔信啦。跟住之後睇 Okra Beauty， 一開頭我 upload 自己嗰啲相咧，其實係喺呢一啲牆啦，又或者係叫朋友，我自己企咗喺我張床褥上面，跟住後面係俾我，因為我 Photoshop 犀利，我由細到大都係對呢啲 design 嘅嘢係好有興趣啦。跟住我就將後面 P 白佢，我又俾大家睇下呢啲相咧，就喺呢啲牆嗰度影㗎啦，就係咁樣。其實呢個就係實景嚟㗎，物盡其係啊，慳錢啊！
我知道大部分人喺認識歐耶呢一個人嘅故事呢，就係嚟到呢一度啦。到底係乜嘢原因令到我咁細個就要離開屋企去創業？因為呢一個係我人生入面唯一可以改變自己生命軌跡嘅機會。無論我喺韓國創業，經歷感情變化，都唔及我細個經歷呢一啲事改變我人生改變得多。可能好多觀眾睇我嘅片都會覺得歐耶佢經歷咗咁多，但係依然仲可以好正面啊、好樂觀啊、好感恩知足咁樣去面對未來嘅人生。到底係一個點樣嘅童年形成咗我今日嘅性格呢？今次呢，終於要同大家分享關於我嘅童年到底係點。呢一個呢，就係我啦，由細到大呢，我都係比較調皮、比較樂觀。可能有陣時性格真係天生嘅。點解咁講？其實呢，我細個長大嘅地方呢，就係圍繞住戒毒所、七層大廈、暴力同埋毒品。我同我屋企人嘅關係真係超級之微妙。暫時邊一個成員呢，我就唔講住啦。我仲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呢，每逢 weekend 呢，我都要搭船，又或者係行山，就係要探屋企人一面。無論係浪茄啦，定係晨曦島啦，我都係由細到大都出入呢一啲地方。可能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啦，當年嘅香港，例如浪茄呢一種嘅戒毒所呢，佢係喺一個封閉式嘅島仔上面。咁上面呢，會有一啲基督教嘅牧師啦、神職人員啦，去幫助更生人士戒毒。另外咧，佢哋喺個小島上面咧，大部分都係自給自足，例如自己需要種菜啦，而佢哋嘅娛樂咧真係比較少，大部分嘅時間咧都係游下水、睇下聖經，所以咧我嘅童年都係咁樣過。去到非洲嘅片，你都可以見到我咁自由自在，就係因為我細個就係咁樣長大。但係每一次去到創業訪問啦，你自己一個去外國嘅時候，有冇掛住屋企人？你唔辛苦嘅咩？呢一啲其實我係唔知點答嘅。如果我要如實將我細個嘅嘢報導嘅話，其實我真係一個話題嘅終結者。但係如果你要我數呢，我空隙嘅時間呢，我都真係會有嘅，3隻手指，真係3隻、5隻都有多。如果要數嘅話，就一定係對上一次打官司嘅時候。其實個辛苦嘅點呢，就係 COVID，我見唔到我嘅朋友，我算係父母緣薄㗎啦。我最大嘅支持就係嚟自我朋友，呢個真係令到我好 mentally break down 嘅時候。第二呢，就係當經濟出現問題嘅時候啦。大家睇到我好似做老闆，跟住之後又開到奧海城嘅時候，其實所謂嘅追夢一定係有好多經濟出現問題嘅狀況，只不過唔會將呢啲嘢透露喺 SNS 上面。第三個空隙嘅情況呢，就係一定係病嘅時候。我覺得每一個喺外國生活嘅人呢，都一定會有同感啊！無論你幾堅強嘅人，你個身體一出現問題，上去 Google Search 一定係用我自己嘅母語啊，一定係想會有一個醫生係可以講到廣東話。所以要數到我3大空隙嘅時候呢，其中有一個就係關於我病嘅時候。今日呢一條片去同大家分享我嘅童年故事，當然唔係突然間決定啦，我一定係有一個周詳嘅計劃，覺得自己一個成熟度安排鋪排好，再同大家分享。第二就係因為今次想同我合作嘅客戶，佢亦都揀中咗呢一個自強不息、不屈不撓嘅性格，所以咧揀咗嚟同我合作呢一條片嘅。大家估唔估到係乜嘢嘅公司呢？就係煲呔啦。講翻空隙呢個話題先，大家仲記唔記得呢？我對上一次懷疑自己有皮膚癌啦，跟住又或者係自己有糖尿病嘅時候呢，其實無論真係幾堅強嘅人，發現自己身體有疾病嘅時候呢，都會想用一個最安心嘅方法去睇醫生，又或者係尋求諮詢。所以我自己真係無論幾膽生毛，去到非洲就快死嘅 OEN 都好啦，我要做手術啦，甚至我要睇醫生啦，都係揀翻香港嘅醫生。咁今次呢，係好多謝煲呔俾咗一個真係好大嘅契機我啦。雖然我呢一件事係一直都想講啦，因為佢哋係一間保險公司，令到我諗起危疾呢一件事，再加上我自己人生最空隙嘅時候，就覺得係一個好好嘅 timing 去同大家分享我嘅背景。另外就係當然佢哋咁有呢一個 marketing 嘅策略，咁有呢個 idea， 揾到一個咁堅強，好似漆黑中嘅螢火蟲嘅烏蠅去做 promotion， 當然係一啲 message 咧，都想透過我去帶翻俾大家啦。首先我講下我對佢哋嘅印象啦。煲呔本身俾我嘅 image 咧，就係佢係一個冇 agent 嘅公司啦，就係因為佢係冇 agent 冇 commission 嘅關係咧，所以佢可以將佢呢一個保險嘅價錢壓得好低。咁但係好多人都可能好 concern 就係冇 agent 幫你
跟單咁點算啊？喺冇 agent 嘅情況下咧，你啲單係可以網上 claim， 而且咧佢會有索償部嘅同事咧專門幫你跟進。我淨係知道咁多嘅啫。今次我再接觸佢哋之後咧，我發現呢一個 plan 咧絕對係會令到你十分之 surprise 嘅。第一，佢哋會包埋 body check， 第二就係你埋單嘅時候係唔需要自己俾嘅錢先。煲呔最近同廣義醫院推出咗一個新嘅計劃，叫做醫健組合，就係俾煲呔現有嘅客戶去加購嘅。如果你唔係煲呔現有嘅客戶咧，你都可以成為佢哋嘅客戶之後再買埋呢一個 plan。即使你唔係煲呔現有嘅客戶都好，你咪走住先，因為一定有方法可以俾你享受到呢一個優惠。首先我講咗個計劃先，就係你加多2400蚊一年，可以換到4000蚊左右嘅 body check。相信大家人到中年又或者係睇得多我 channel 嘅片咧，都會覺得有少少疑神疑鬼啊，死啦係咪皮膚癌啊，死啦自己係咪血糖過高啊。其實有好多嘢咧真係無時無刻咧都會響起個警號，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去想做 body check 嘅時候，我諗相信大家都同我一樣試過有上 Google 去揾到底啲乜嘢醫檢中心好啊，之後彈勁多個廣告出嚟都唔知點揀好。但係今次佢哋呢一個 plan 咧，你係可以直接喺廣義醫院入面做埋你個 body check。有乜嘢好處呢？第一，你就係唔需要去一啲罐頭式啦、流水式嘅醫檢中心啦。第二就係當你嗰個 body check 喺同一間醫院度做嘅時候呢，個醫生係可以即時閱讀到你嘅報告，有醫生去 follow up， 咁就唔需要去擔心喺邊度做 body check 好。仲有就係通常你去啲醫檢中心呢，佢都一定會 upsell 你㗎啦。有陣時我哋作為消費者又唔太清楚自己係咪真係需要，咁而呢一個計劃呢，係有醫生可以直接建議你需要做啲乜嘢檢查，佢會睇翻你嘅家族病史啦，而去推薦你有啲乜嘢嘅身體檢查你係真正需要做，唔會純粹因為可能要跑數啊 sell 你去做一啲你唔需要嘅檢查。另外就係你喺醫檢中心 check 到有啲乜嘢事嘅時候，通常你都有少少驚惶㗎啦，一定係 WhatsApp 問下啲 friend 有冇啲醫生介紹。你喺廣義醫院驗到有啲乜嘢問題嘅時候呢，佢哋嘅醫生亦都會介紹翻專科俾你，咁就係真係真正嘅一條龍服務，你唔需要擔心去邊度睇醫生好。第二呢，唔需要你自己攞錢出嚟俾錢先。本身呢個 body check 咧已經係包埋，所以咧唔需要埋單。喺 lock in 嘅時候揾翻個 QR code， 到時 scan 咧就可以噶啦。如果真係需要做手術嘅話咧，醫院已經幫你事先向煲呔申請咗預批審核，到出院咧就可以完全免找數。如果揀翻指定嘅醫療套餐，仲可以唔使煩，完全賠足。咁手術佢會包啲咩呢？已經係涵蓋咗7個專科以上，以及係200個以上嘅全包式手術同埋醫療程序，所以真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了解下煲呔佢哋嘅購買方法啦，同埋佢哋嘅 concept。平時買保險又會驚冇 cam 到會唔會蝕咗啊咁，但係今次煲呔呢一個保險呢，佢即使你唔 cam 嘅話，你每年都可以做翻一個 body check， 因為你係可以換噶嘛嗰啲 body check， 咁就唔需要驚蝕埋啦。找數嘅時候又唔使驚自己要攞多一嚿錢出嚟墊住先啦。聽落去嘅性價比亦都好好，加上唔需要俾人 sell， 咁樣聽落去係咪更加好似適合我哋呢啲堅強而且又有新時代魅力嘅女性呢？今次用煲呔提供嘅優惠碼有自願醫保首年4折，如果你係30歲非吸煙嘅女性，折扣之後每個月低至338蚊，性價比超級高。如果大家想了解下嘅話咧，就要記住去我下面呢個 info box 嗰度留意下啦。大家睇到呢一度咧，相信好多嘅觀眾都真係可以將 Oyan 呢一個人嘅性格特質就係咁樣嚟。點解有陣時又神神化化，有陣時又好似好成熟？點解有陣時好似好理性？但係有陣時又好似感情好細膩咁樣。今次咧，終於去組成咗其中一個我人生一個細嘅 puzzle 去呈現俾大家睇啦。另外就係有關於我之前有提到嘅，我自己會想做一個 podcast， 其實特別係去講我一啲嘅成長經歷啦，一啲唔同嘅傷口啦。之前有喺其他片度同大家講過一啲關於我成長嘅傷口，一直有提到，大家亦都未必知道係啲乜嘅時候，今次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去揭開我第一個嘅關屬於 Oyan 嘅一個細嘅 puzzle。2025年我會想做啲乜嘢嘅 content， 就係大家都見到我最近做緊嘅方向都係有少少唔一樣啦，對比起之前嘅韓國相。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Oyan 呢一個人喺呢一個咁樣嘅成長經歷環境底下呢，我覺得係有佢嘅意思喺度。我會想透過我嘅分享同埋我嘅經歷咧，去俾到唔同 insight 嘅人。而且我覺得我有咁樣嘅經歷同背景呢，我應該係 more than 一個純粹拍日常生活 vlog 又或者係醫美嘅 Oyan， 所以我真係籌備咗好耐嘅呢件事。而我身邊即係譬如阿 Lisa 花花佢哋真係識咗我咁多年，佢哋由
即係一開始已經知道我呢一啲成長背景，所以我身邊嘅朋友每一個都係好珍惜我，即係佢哋會覺得一個咁樣成長背景嘅人都好努力做緊自己嘅事嘅時候，我覺得佢哋係欣賞我。當然啦，我自己都好欣賞自己，亦都喺呢一度。如果大家唔介意，我都會想 promote 下啦。我諗我籌備緊下一個月左右咧，真係會正式開一個新嘅 YouTube channel，咁就係一個 podcast 啦。咁就即係我嗰啲童年背景，我點樣反叛，我點樣去喺我呢一個屋企環境下面去 overcome， 點樣變到今日嘅自己嘅時候，我好難拍得好 fine， 好 cinematic 咁樣。咁所以就點解我會想成立一個 podcast 嘅 channel， 就真係俾大家去聽我自己嘅一啲內心世界。我個 channel 名我都諗好啊，因為大家不嬲都叫我做烏蠅㗎嘛，Ouyang。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喺呢個世界上就係一隻盲頭烏蠅，即係周圍亂衝亂撞，但係我從來都冇後悔過，亦都冇怨恨過我自己係一個咁樣家庭嘅出身，亦都好珍惜我自己擁有嘅嘢，所以我嚟緊個 podcast channel 就係會叫做盲頭烏蠅，咁就係去講下我喺呢一個人生咁特別嘅經歷上面，我亂衝亂撞過一啲乜嘢嘅事，係點樣嘅心態嘅 Ouyang 可以維持到今日嘅自己。所以到最尾，如果你問我有冇後悔過喺韓國經歷過呢一啲咁樣嘅嘢，絕對 damn no， 因為所有嘢都係我自己揀嘅，而我自己原生家庭我冇得選擇，但係我知道嚟到韓國，我所有經歷嘅嘢，就算我自己揀錯都好，都係嚟自我自己嘅選擇。如果我自己揀錯嘅話，我自己就去經歷啲。所以無論我嚟到韓國有幾多挫折同埋失敗，對於我嚟講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祝福，因為我可以自己揀，即使係錯，都係我自己揀翻嚟錯。咁今日嘅分享呢，就嚟到呢度，我希望大家中意我呢個分享，都會為未來做一個預告，就係我將會呈現更完整屬於我自己嘅嘢俾大家聽。好啦，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